镜周刊报道，猪年到，狗年走，但我们狗仔之王，也就是俗称的狗仔大队长，不能免俗的，在每年的此时，总要为您献上去年一整年狗仔队上山下海，辛苦跟踪却没上线的遗珠，在喜庆洋洋的春节，报一下料，讨您眼球欢喜。哎呦，爱妃你妈稍控制一咧，这大马路上，你嘴巴张这么开，完全有如你女神形象啊！这个嘴一张开，简直不用流血流汗就响彻云霄。而且这么大嘴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在模仿大笑姑婆咧。建议你下次用手遮一下，把搞笑声改成呻吟声，比较得体。不过，嘴大也有好处啦，各国热狗都能融入你口。相权选立委的是你爸于天，又不是你90度鞠躬是来到二病吗？可仔细一看，原来除了你妈李亚平，在旁边的是刚在尾牙大撒1万红包的三立总经理张荣华啊！难怪你要突然转性，变成有礼貌的上进青年啊！如果能够因此逆转人生，在三立捞到个节目主持，这个鞠躬就值得啦。应该真的喝醉了。谢家健跟一群朋友夜晚玩耍之后，走在路上，走着走着，他居然跳起舞来了，而且还是 solo 哦。旁边的女生朋友显然不想跟他跳探戈，只有伸出手想制止，但谢家健就是要跳，仿佛这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，不跳不行啊。延伸阅读。